Hello，大家好，Claudia 翻嚟啦，好耐都冇正式拍片同大家講馬啦。除咗忙之外咧，亦都有少懶惰嘅成分啦。咁今日咧，適逢呢個4歲系列尾關啊，第3關重頭戲就係會喺呢個第7場4:05，大家早少少喺4點鐘之前已經開晒電視、開晒 app， 甚至乎入埋場霸定靚位去睇呢個打比啊！哇，好勁啊！係啦，咁係啦，我都會轉個頭就會翻沙田馬場on duty 㗎啦。今日騰嚟騰去，希望第7場之前喺即係寓工作於娛樂咁，或者寓娛樂於工作嘅情況底下，睇下霸唔霸到個好位睇到呢一個盛事啦。126磅平磅底下，咁你多數都係即係越高分越細 number 就越着數啦。再加埋你1、2號呢個球星續完一人一場，呢個第3關到底花落誰家咧？咁捉完個檔位可能爭少少啦，希望佢會都唔太蝕底啦。咁之前我有 BB 都得啦，係咪先？咁跟住如果冷腳啊，因為除咗1、2之外，你話再去買其他即因為佢哋冇乜賠率啦，咁大家都買啊嘛，咁會唔會有啲接到入嚟第2名，甚至乎扛得住佢哋咧？又或者有啲驚喜咧？咁我會睇呢個3號同14號。3號呢個哇上場開玩笑啦，轉翻轉翻騎師之後，我希望成件事發揮得更加好嘅。其實我好中意佢埋尾嗰個 training 啊。咁跟住係啦，上場你睇到前將嘅佢係好勁咁樣追過第一翻嚟啦，上場嘅佢就係、都差唔晒嘅，都有個第3，咁一樣係會發揮到後勁。咁咧呢個玩笑會唔會更進一步啦？and then 呢個14號咧係我認為呢一場嘅真心冷腳。其實本身玩笑都已經有少少賠率㗎啦，跟住哇一起尾嚟更加勁。咁因為最主要就係谷草嘅馬啦，1800，咁哇嚟到田草再2000，其實得唔得咧？咁我幾欣賞巴度處理佢處理得住，即係馬本身夠主動啦。and then 咧，其實一路都 show 到佢有個後勁喺度嘅喎。咁如果段段有嘅情況底下，大家都4歲啫，大家都咁高咁大去鬥一番，一起尾嚟狀態又唔差，咁檔位形勢又唔差，而作為呢啲即係香港嚟計啊，算係都幾長途嘅賽事啦。咁一隻主動啲嘅馬會唔會又走得快好世界咧？咁所以咧即係你話擺前擺後擺中間。如果真係擺中間，擺中間可能包裝福星咯，唔差嘅咁啊。咁係啦，即係各種跑法嘅馬我都會包咗喺度。咁係啦，重複一次啦，1、2號唔刻意去提啦，大家都明㗎啦，大家都買到好熱。咁然之後你話有啲賠率嘅腳咧，睇下呢個3號嘅玩笑同埋14號一起尾嚟，陣間確實用幾多去支持咧？我未諗到啊，可能睇埋沙圈啦。咁但係係啦，一定會報住呢場精彩賽事啊！祝大家好運，玩得開心，睇得開心。有參與嘅就贏多啲啦。咁其餘賽事我就冇話好刻意去支持咩特別嘅馬，因為今日最主要睇超勁嘅騎師啦、超勁嘅比賽啦，同埋超勁嘅後起之秀。好，就咁先，轉頭沙田馬場見，拜拜。